全球一體化之下，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，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。大家好，歡迎大家收聽財經新視野，我係 Thompson， 我係王子。喺頭先首音樂咧，咁啊，首先就要唔該晒啊電台嘅同事幫我哋係啦，咁啊 edit 一下，咁啊有啲嘅特別嘅效果，咦咁可能醒神啲噃。咁啊，阿 Charles 係，喂，今個星期有咩搞作啊？你今個星期有咩搞作啊？冇乜搞作啊，都係準備今呢個節目嘅啫噃。咁啊，好多時咧，咁啊，有時喺電台附近撞到你咧，咁都會撞到你，唔係撞到個頭嗰種喎。梗係啦，先唔好撞車啊，碰到啦。咁啊，我哋有好多時咧都會可能飲下杯咖啡㗎。喂，提起 espresso， 提起 cappuccino，就令我諗起好香濃嘅咖啡噃。我諗呢啲意大利嘅咖啡，咁固之然香濃㗎。咁但係如果講到印尼嘅咖啡咧，咁啊夠晒特別㗎噃。咁啊有糖水咁甜嘅咖啡啦，咁啊又有咧辣味嘅咖啡嘅，咁啊仲有貓屎咖啡呢個非常之貴嘅極品噃。咁但係講到而家最時尚嘅咧，一定要講到咧馬來西亞嘅白咖啡。咪住先，哇乜點解我哋財經新視野變咗而家講咖啡新視野啊？喂，咁啊講得呢個財經新視野嘅節目講嘅內容，咁啊梗係同經濟科技有關噶。咁我哋今集呢會集中兩樣都有噶噃。呢兩樣？邊兩樣？咁首先等你報完價，話你知啦。好啦，咁而家由王子咧報告下一周環球市場嘅表現嘅日子咧係2月23號2015年至到2月27號2015年噶。首先呢，我哋再嚟睇下呢個北美洲股市方面，道瓊斯工業指數18133點，係跌咗8點，唔好意思。標普500指數2106點，係跌咗3點。納斯達克100指數4447點，升咗8點。納斯達克綜合指數4964點，係升咗11點噶。再睇下歐洲股市方面，英國富時100指數係6947點，係升咗31點。德國 DAX 指數係11402點，係升咗351點。法國 CAC 40指數4951點，係升咗121點。亞洲股市方面，中國上證綜合指數3310點，係升咗63點。香港恒生指數24855點，升咗21點。台灣加權指數9622點，係升咗122點。日經平均指數18856點，升咗338點噶。商品市場方面，美國德州原油係49個7毫6，係跌咗1蚊05仙。英國布蘭特原油62個5毫8，係升咗2個3毫6。黃金現貨1213，係升咗11蚊3毫9。白銀現貨16蚊5毫9，係升咗3毫6噶。再睇下外匯市場方面啦，歐元1.119，日元119.570。英鎊1.542，瑞士法郎0.952，澳元0.779，紐西蘭元0.754，人民幣6.258，加拿大元1.250，美匯指數係95.253噶。好啦，最後我哋再睇下美國國債方面，2年期嘅債息0.61， 5年期嘅債息 1.50， 10年期嘅債息係 1.99， 30年期嘅債息咧係 2.59 噶。好啦，一周環球市場嘅表現，黃之報告完畢。好，唔該晒 Charles。喂，咁今個星期我哋見到咧，咁啊股市啊再創歷史高位噶。冇錯。咁啊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今個星期咧，我哋曾經見過18224點噶。咁而標普500指數亦都見過2113點，呢兩個歷史高位噶噃。不過咁，
我哋見到今個禮拜尾咧，股市喺高位咧回落翻噃。其中咧 Nasdaq 指數咧更加係連升10日之後咧，咁啊終於結束呢一個升浪啦。咁啊點解咧？咁啊梗係同一連串嘅消息有關噶。咁今個星期我哋見到咧，咁啊芝加哥嘅採購指數咧，咁就意外咁下跌嘅。咁啊其實美國嘅最近嘅經濟指數咧係有下跌嘅跡象嘅。點解咧？點解咧？點解咧？我都想知真係。咁首先咧就同舊年下半年美元強勢有關啦。咁而家我哋開始陸續反映緊咧美元強勢所帶嚟嘅負面因素嘅。嗱，譬如話咧，我哋會見到譬如好似一啲出口嘅公司咧，咁受到美元嘅強勢，令到佢嘅匯率嘅匯兌咧，咁啊受到影響，而業務亦都係有影響嘅噃。咁另外啦。咁啊，聯儲局今個星期亦都出嚟講嘢噶，咁就係咧副主席 Fisher 費希爾先生咧就表示到6月至到9月咧先至適合去加息噃。嗱，咁我哋上半年咧，咁啊一路大家都講緊會唔會4月份至6月份去加息咧？咁而家副主席終於出嚟講話咧，6月至9月，咁變相咧推遲咗呢一個加息嘅步伐。咁正因為咁咧，今個星期我哋見到美國嘅國債嘅利率咧有一個輕微嘅些微嘅反彈，但係咧係唔係一個持續嘅因素，就係因為咧大家都見到咧，原來美國嘅加息步伐咧又再推遲一季噃。咁啊，除咗副主席出嚟講嘢之外，三藩市聯邦儲備局嘅總裁亦都出嚟表示到啦，明年底嘅通脹會達到2%。咁由而家計起，去到明年底去到2%咧，我哋將會見到有兩個現象嘅。咁第一樣嘢咧，就會見到物價喺未來呢1-2年裏邊咧，會輕微咁樣呈現一個上升嘅趨勢。另外啦，工資水平亦都會係上升趨勢，因為佢講到普遍嘅工資嘅上升速度咧比較緩慢，咁意味住咧佢而家推遲嘅加息咧，會令到通脹喺今年嘅下半年咧會見到比較明顯嘅上升噃。好啦，咁啊除咗美國嘅股市創呢個新高之外，我哋將個地球擰一擰轉睇埋日本嘅股市啦。日本嘅股市再創呢個15年嘅高位啦，咁啊去到18,800點嘅高位嚟嘅。咁啊主要原因同佢嘅貨幣政策寬鬆有關啦。今個星期我哋見到美元對日元接近120嘅水平。好啦，咁啊睇完亞洲嘅市場之外，當然要睇埋咧就係歐洲嘅市場啦。德國嘅股市再創歷史高位，接近11,200點咁高嘅。好啦，咁啊睇完一連串指數方面之外咧，咁我哋再睇下一啲嘅企業嘅消息啦。咁今個星期咧，美國嘅企業咧亦都有公布業績，其中咧 Target 同埋 HP 咧做得比較差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再將個地球再擰一擰轉睇埋香港嘅情形啦。嗱，咁香港今個星期咧，長江實業進行一個股東嘅大會。咁啊，上個月同大家分享過，長江實業咧將會舉行呢一個咧世紀大重組嘅方案。咁啊，今次呢個股東大會喺2月底進行，結果以大比數 99.7 嘅股東通過呢個世紀重組方案。咁啊，首先令到咧長實呢個世紀大重組咧邁向第一步嘅。咁所以咧，正因為呢個原因，我哋見到長實嘅股價亦都再創咧歷史嘅高位。咁而佢亦都公布咗咧業績，去年多賺咗53%。咁我翻嚟繼續講。全球一體化之下，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，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。Cheers！ 今日我係一個非常之興奮嘅日，因為我今日帶咗一位朋友上嚟噃。咁呢一位呢，就係由香港嚟到嘅朋友。咁我哋識咗15年噶啦。哇，都幾耐下噶咯。係啊，咁啊，佢啊新鮮運到。點樣新鮮運到？好似生果一樣咁樣。新鮮運到呢，就因為只係逗留1個星期啫。咁佢就由香港呢，就嚟到矽谷。咁啊，因為要公幹嘅緣故啦，咁啊逗留1個星期。咁今日我好開心咧，請到呢一位朋友上嚟同我一齊做節目。咁我首先要介紹下呢一位。咪住先啦，我估下先，係咪 IT 人嚟噶？係。
冇錯，但我去得矽谷就當然啦。如果去 New York 嘅咁啊，梗係金融人啦。係啦，我就聽到你話去矽谷，我先諗起估佢 I T 人嚟嘅啫。咁喺我嘅朋友圈子主要三大堆，係 I T、金融同埋運動嘅。OK， 係啦，咁啊，今日咧就好高興咧請到佢。咁我首先介紹一下佢先啦。咁佢就係咧 Cisco 思科系統全球認可網絡專家 CCIE 嚟嘅。咁亦都係咧微軟全球認可嘅網絡工程師。咁咧呢位就係 Adonis。你好 ，Adonis 你好。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來頭不少喎。係好開心啊，嚟到呢個地方啊，同大家可以見面喺空中嗰度見面啊。喺空中嗰度見面係，但係你已經 landing 咗噶咯。係啊。咁啊，喂，話時話啦，你個名咧，我諗有好多聽眾咧都係搞唔清楚嘅，包括我當年識你嗰時，我都未搞清楚。冇錯冇錯，我哋識咗15年嘅啦。第一次嘅時候咧，你都見到我個名好比較特別嘅，咁我係叫 Adonis 啦，咁姓李嘅。係啦，Adonis 係 ADONIS 啊。係啦，咁啊，當年我見到呢個名，咦，新名嚟嘅，未見過。咁我當年我哋由有暗瘡去到而家更加多暗瘡嘅年代啦，即係越嚟越後生，係冇錯啊，醒目啊真係。喂，咁啊話時話啦，咁啊講開我哋今日咧究竟講乜嘢話題咧？咁啊請得一位網絡專家同埋電腦工程師嚟到，咁當然咧係同少少嘅一啲科技嘅話題有關啦。咁今日咧就請佢嚟到咧，就同我哋一齊分享一下咧，咁就係過去嗰15年，咁啊佢工作嘅心路歷程，同埋佢今次嚟到矽谷究竟搞乜嘢嘢先？咁我哋會去睇睇嘅。咁頭先，點解我哋會碰杯啦？吓，係咪你哋啱啱已經係識咗咁耐，又喺電台第一次見，咁係咪碰杯慶祝一下咧？首先咧，因為而家係合家歡時段咧，咁頭先我哋碰嘅咧就係頭先所講嘅白咖啡嚟嘅。今日晏啲，我哋完咗節目之後，我再同你碰另一樣嘢吓。好啦，咁啊先講翻啦，點解咧白咖啡會成為而家嘅時尚？頭先講到啦，原來同我哋嘅經濟好有關係㗎噃。嗱，咁首先咧。白咖啡係源自邊度咧？就係馬來西亞。咁近年咧有好多嘅工作嘅人士咧都係飲白咖啡。咁當然同佢嘅一啲優點有關啊。咁就係佢嘅烘焙嘅程序咧有啲嘢唔同。Charles 所知道你咧好中意飲咖啡噶。Adonis 你中唔中意啊？會噶，啱啱其實晏晝先飲完杯 Starbucks 啫。我都飲咗第二杯啦。賣告白喎，收咗佣。首先我先自我申報，我冇呢間公司嘅股票嘅。係好啦，咁啊講到咧，一般嘅咖啡豆嘅烘焙咧，一般都會加糖同埋小麥嘅。不過咁，如果講到咧呢個馬來西亞嘅白咖啡咧，咁佢就用橄欖油嚟去烘焙嘅噃。咁同埋佢用低溫。咁而一般嘅嗰啲黑咖啡咧，嗰啲咖啡豆都係用高溫嘅，咁所以比較熱氣啲。咁點解咁多人飲白咖啡？就係因為咧冇咁熱氣，同埋咧咖啡因嘅含量比較低。仲有啦，好多女士咧用白咖啡嚟減肥添噃。咁所以咧近年咧就受好多工作嘅人士受歡迎啦，特別係 IT 人。咁啊，源自呢個白咖啡嘅消費咧，同埋當地嘅商業環境啊、科技啊、樓價、生活品質等等咧，我哋可以從呢一點反映翻當地嘅經濟嘅。咁今日我想講一個數據俾大家聽，就啱啱最新出爐嘅英國著名嘅一個地產調查顧問公司咧，就係第一太平戴維斯 Savers 咧。咁佢就最近啱啱公布咗全球12個最適合工作嘅科技城市。聽完之後就會明白到點解 Adonis 今個星期會由香港嚟到三藩市啦。第一位為邊度呢？就係美國德州嘅 Austin， 而第二位呢，正正就係美國加州嘅三藩市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而第三位呢，我相信大家好難估嘅，就係以色列嘅第二大城市特拉維夫。特拉維夫係第3名啊？係啊，其實以色列咧，當地咧喺中東嗰度個經濟非常之強勁嘅，近呢10年。咁啊，譬如頭先所講長實咧，李嘉誠主席佢都係喺以色列嗰度咧大舉投資嘅。係啦，咁而當地嘅科技非常之先進。而第4位就係美國嘅紐約啦。好啦，咁而第5位為邊度咧？就係瑞典嘅首都斯德哥爾摩啦。而第6位就係英國嘅倫敦。第7位就係新加坡。而第8位呢，就係愛爾蘭嘅都柏林，而第9位呢，就係德國嘅柏林，香港排第10。
香港都入圍喎。係啦，咁啊，如果大家喺香港，當然會感受到上網嘅速度有幾快噶。咁而第11位就係全球上網最快嘅地區南韓首爾啦。咁而第12位就係印度嘅孟買。頭先所講12個嘅城市呢，就係世界最適合工作嘅科技城市。咁啊，喂，阿 Adonis 話時話，今日我真係點解咁興奮呢？我哋喺亞洲工作嗰陣時，喺過去嗰近10年時間，來回講緊5000公里，北至北京，南至印尼，東至日本，西至雲南，我哋竟然撞唔到嘅，除咗喺香港之外。咁但係竟然今日喺11800公里外，竟然我哋會係聚首一堂，仲要一齊做一件事。咁你話我係幾咁興奮呢？咁正因為今集呢，我差唔多成個禮拜都好興奮。喂，阿 Adonis 話時話啦，你頭先介紹你嗰啲銜頭，我知道未齊噶。喂，你而家嘅國際嘅專業工程師資格有冇40個以上啊？差唔多，勁，差唔多。呢位仁兄勁，40個工程師資格，猛人嚟嘅。係啦，咁啊，喂，不如你講講我哋點樣認識啊？呢15年，哇，其實阿 Thompson 咧，我哋一陣講之前，係時候又要聽一聽廣告客戶嘅說話。全球一體化之下，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，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。咁今集呢，就所有聽眾呢，就冇錯過啦，因為呢，請到阿 Adonis 上嚟呢，會同大家分享一下呢，過去嗰15年裏邊佢係點樣去學習電腦，咁而且呢，佢點樣可以一步一步去到今日由香港嚟到矽谷工作，咁而過程裏邊呢，佢更加喺亞洲裏邊呢，走遍大江南北㗎噃。咁阿 Adonis 交俾你啦。喺呢度首先講一講一樣嘢就係非常之感激阿 Thompson 先。咁其實Thompson 對於我嘅人生嘅個轉變好大。咁點解咧？咁講翻15年前嘅。咁15年前其實阿 Thompson 咧係我一位啟蒙老師，佢係我嘅一個 MCSE 嘅導師嚟嘅。咁我嗰陣時15年前啦，考咗大學噶啦，咁啊又驚入唔到大學，唔知點樣好咧嚇。咁啊走去讀 MCSE。咁本身咧 Thompson 就係嗰個班嘅 MCSE 導師嚟嘅。咁因為咁嘅機遇之下咧，咁我就認識咗 Thompson。咁上堂嘅時候咧，覺得哇好型喎，一個 MCSE 一個 IT 嘅導師，哇 Thompson 又風度翩翩啊，又有咁多學問，又識好多嘢。咁自己本身都對 IT 有個好有興趣嘅。咁啊，亦都喺 Thompson 嘅教導之下啦。咁覺得喂呢個行業其實非常之有前景喎，咁樣同埋好似佢其實係我好似一個偶像咁樣，我真係好想好似佢咁樣嚇，站喺個台上邊咁教導好多學生啦，同佢哋輔導啦，幫佢哋 plan 下一啲佢哋嘅 career path 啦等等。咁喺15年前咁就完成咗我嘅 MCSE， 咁就開始我嘅 IT 嘅生涯。咁喺完成咗一半 MCSE 嘅途中啦，咁我開始去做一啲 part time 啦 ，IT 嘅 part time，咁係一啲所謂嘅 technical support 啦。咁好多嘅公司我都去過，有酒店啦，有一啲小型嘅office 啦，可能10至20人啦，嚇。咁香港好多啲中小企嘅，其實10幾年前就呢啲我哋叫 SMB 嘅customer。咁喺呢啲咁嘅客戶裏邊咧，其實好多有啲係佢哋嘅 IT 嘅 administrator 咧，都係 Thompson 學生嚟嘅。咁其實基本上 Thompson 真係桃李滿門嘅。其實好多而家喺香港做緊一啲網絡啦、伺服器啦嘅主管啦、工程師啦，都可能係 Thompson 嘅學生。刪咗我個 part 都得噶啦，其實主要係講你個 part。係 OK。咁喺嗰幾年啦，係一路咁學做下啲 freelance 啦，一路就完成我嘅大學嘅學位啦。咁其實我嘅大學學位好得意嘅，我本身就唔係讀IT 嘅喺大學嚇，咁但係我就係最深我嘅IT 嘅工作，咁我不停去揾好多唔同嘅 freelance 啦。
咁去學習嘅。咁裏邊有一啲譬如可能你哋熟悉嘅 Microsoft 嘅 server 啊，Active Directory 嘅 server 啊，咁我亦都好中意玩一啲網絡嘅攻擊嘅，咁啊幫一啲客戶去保護佢哋嘅電腦網絡。咁久而久之咧，我去咗唔同嘅公司去做啦，咁亦都因另一個機遇咧，我就開始做一個 IT 嘅 trainer 啦。OK， 咁嗰陣時我係做一個教一啲 wireless 嘅 network 嘅，即係無線嘅網絡。我諗應該係2004年到啦，2004年、2005年。咁嗰個時候就開始第一次做一個 IT trainer。OK， 咁其實嗰間公司就覺得我個 performance 好好啊，好特別，個教書嘅方法好特別。咁其實好多嘢都係因為我有聽阿 Thompson 佢嘅 speech 啦。OK， 佢嗰個教導嘅方法啦，咁亦都運用翻我自己學習過一啲叫 technical 嘅 knowledge 啊。咁頭先 Thompson 都有講過，咁點樣去學習一個IT 嘅技術咧？其實第一樣嘢本身，我覺得就興趣好重要嘅。你對呢件事有興趣咧，你要培養自己嘅興趣咧。你有呢個興趣嘅時候咧，你會不停去令到自己進步，去揾一啲新嘅資料去填滿你嘅求知欲。好同意啊，因為好似之前咁，你喺你學電腦嘅過程裏邊咧，我好記得你喺理工大學上堂嗰陣時，你係可以喺上堂上3個鐘，放咗學之後再讀多好多個鐘頭，日以繼夜，好多時仲要通宵，咁先至令到你有今日嘅成果。咁一陣廣告翻嚟，我哋會再同 Adonis 傾偈嘅。全球一體化之下，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，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。好啦，咁我哋翻到嚟之後呢，咁啊 Adonis，咁我又想問下你啦。咁喺你過去嗰10幾年學電腦嚟講呢，嗱，咁因為聽眾之中有好多嘅朋友，可能佢哋自己本身，或者可能佢哋嘅仔女，或者可能佢哋嘅學生，咁喺學電腦嗰時咧，都會遇到好多困難嘅。嗱，譬如話咧，都唔知點樣埋手嘅。嗱，咁你今時今日除咗已經係工程師之外咧，亦都係幫好多企業去做培訓啊，同埋好多亦都係教電腦。咁我想問下你，咁點樣可以學到電腦呢個知識咧？咁其實電腦呢個範疇好廣泛嘅，咁可能有server 啦 ，OK。有網絡啦，係嘛？咁有可能做 programming 啊，寫程式啊，而家好興嘅寫 apps。咁其實就第一樣嘢就你要選擇下你究竟你中意邊個範疇嚇。咁然之後咧就睇翻相對應嘅資料。咁其實而家比我哋以前10幾年前學電腦其實好好多。記唔記得我哋以前咧想學一個 application 一個 server， 我哋真係喺美國咧喺 Amazon 訂本書翻嚟啊，我哋訂本磚頭翻嚟，等好開心，終於可以讀啦咁樣。咁而家反而咧有好多渠道，譬如上網查資料啦嚇。第二其實一個我都好建議而家啲年青人或者係就算家長都好啊，其實上 YouTube 咧好多嘢睇嘅，係咪啊？OK， 佢會step by step。OK， 教你究竟點樣去做某一樣嘢啊？因為其實 IT 嘅範疇真係好廣泛，係嘛？咁其實 YouTube 有好多我哋叫視頻啦或者 video 嘅資料啦，可以令你可以 DIY 啊。咁而家係比以前進步得好緊要嘅。咁亦都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咁其實更加多嘅資訊咧係喺網裏邊咧，即係好似睇幾睇唔完咁樣。咁但係就係要揾翻適合你自己日常生活嘅譬如你嘅工作啦，就算 even 你係一個家庭嘅主婦啦，咁可能你都會用到而家嘅智能電話 ，OK， 上網去揾啲資料啊，可能去 book 下機票啊 ，book 下睇下戲啊等等，上網買啊購物啊咁樣。咁其實等等，其實我哋好多嘢都可以上網去揾到呢啲學習嘅方法。第二樣嘢就係可以揾喺身邊上一啲嘅比較有經驗嘅朋友啦，同佢去直接去問。咁以前我都直接去問 Thompson 好多嘢嘅，OK，咁就唔怕醜嘅，比如話都冇問題嘅。
咁啊嗱，咁喺而家電腦世界咁多類別裏邊咧，你覺得嗱，你又喺亞洲差唔多走勻大半嘅亞洲啦，咁你喺美國亦都去到矽谷度工作，喺你嘅經驗裏邊，你覺得跟住落嚟呢10年咧，會係邊一個嘅IT 嘅範疇係你認為係好有前景嘅咧？其實主要我會睇兩個範疇嘅。OK， 第一個範疇係一啲，因為我哋而家全球係 globalize 啊。OK，咁我不停都要同唔同嘅人去通訊，可能你哋用緊有 WhatsApp 啊、WeChat 啊呢啲我哋叫做P2P 嘅 communications。咁通常我就覺得就係一個 communication 嘅 platform 啦，會係比較 hit 嘅。OK， 可能係某一啲譬如你頭先 Thompson 講過，我有一啲 C4 嘅認證，咁我可能會focus 喺一啲關於語音通訊、視頻通訊，即係我哋叫 video conferencing 啦、IP telephony 啦嘅service 裏邊啊。咁呢個比較普遍嘅，因為其實點解咧？每一間公司即係都會有一啲嘅電話、OK、email、voicemail， 或者而家譬如因為我哋嘅 internet 嘅 bandwidth 越嚟越多啊，越嚟越好啊，咁我可以做一啲視頻嘅會議。咁我想問下你啦，譬如頭先你講啦，好啦，假設佢真係想行入去呢一個嘅範疇度，咁好似你嗰啲專業認證啦，咁譬如 Cisco， 咁喺考嘅過程裏邊，咁佢哋有啲乜嘢渠道可以考到咧？嗱，譬如有啲聽眾可能喺美國，有啲聽眾可能喺香港、中國大陸，可能喺其他嘅地區，咁佢哋通常係可以有啲乜嘢渠道咧？咁譬如睇翻相對應嘅vendors 啦，譬如 C4 微軟呢啲咁樣，咁其實佢哋本身都有一啲認證嘅課程嘅。OK， 咁呢啲認證課程其實會相對應翻某一種技術，譬如話微軟嘅佢嘅伺服器嘅系列啦，2012啦，佢哋嘅 email 伺服器 exchange 啦。OK， 咁喺 C4 上邊可能有關於佢哋嘅routing、switching 啊、IP telephony 啊等等，咁其實佢都有相對應嘅課程去睇。咁第二樣其實喺美國咧有好多一啲大學啦，咁佢都有一啲關於IT 嘅課程嘅。咁其實頭先阿 Thompson 都除咗講咗有啲乜嘢比較 hit 啦，咁其實第二個我會比較去睇咧就係一個網絡安全。網絡安全。咁而家其實可能大家之前唔知有冇留意過叫 OpenSSL 嘅認證嘅漏洞啦。咁其實好多銀行都用緊。咁其實由於頭先我之前都講咗，而家人與人嘅溝通越嚟越犀利啊。OK， 上網越嚟越頻繁，咁好多資訊嘅交換咧，中間好容易會唔小心俾人知道咗。咁最近呢，就美國嘅銀行咧就公布咗啦，喺舊年12個月之內咧，美國嘅銀行損失咗23億美元，就因為俾國際嘅黑客咧就攻擊嘅。咁正因為咁咧，而家好多公司都願意投放好多資源咧，就落去網絡保安呢個範疇嘅。咁但係咧，我知道咧，Adonis 咧由一間中小企去到做酒店，甚至乎咧做到投資銀行嘅電腦部。咁喺呢個過程裏邊，佢一定有啲心得。咁我翻嚟再同大家分享。全球一體化之下，各地經濟同金融活動一環緊扣一環，讓我們一齊探討財經新視野。咁Adonis啊，咁頭先又同你分享到啦，咁你就由電腦嘅行業轉入去咧金融業入邊度從事電腦嘅工作嘅話咧，咁呢個過程其實有乜嘢唔同咧？咁首先講一講純我哋 IT 行業噶啦，咁純 IT 行業嘅人會比較學嘢會比較快嘅。咁同埋佢哋本身就比較中意一啲技術嘅嘢。咁我哋喺公司裏邊講嘅嘢都係一啲技術啦，一啲新嘅科技啊，新嘅興趣，當 IT 係一個玩具咁去玩。咁但係喺一個金融嘅行業咧，IT 其實係一個工具嚟嘅，係幫一啲做緊金融嘅人去揾錢，令到佢哋更加快、更加 accurate 去賺錢。咁其實我哋嘅工作，即係我哋喺金融行業嘅時候 ，IT 人嘅工作就係要 make sure network 啦、server 啦、application 啦等等都唔可以死嘅，因為當有咩問題嘅時候咧，人哋損失好多錢啊。咁所以頭先 Thompson 提過話安全、網絡安全、
或者系統安全係非常之重要嘅。咁所以就係話我哋喺做一個金融行業嘅 IT 人咧，係唔可以有錯。冇錯。咁啊，譬如話喺金融界裏邊咧，一個電腦系統最緊要穩定，寧願咧慢少少都要追求呢個穩定。但係如果你喺電腦行業入邊咧，往往都係好多時一啲未測試好晒嘅技術咧，已經會拎出去試。咁呢個過程咧，寧願追求快。冇錯，係啦，呢個好大分別。咁啊，因為我而家就面對緊呢個問題噶嘛。好多時我啲 trading system 咧，我要做外匯交易嗰啲系統咧，我係要寧願佢個系統慢啲，都要一個版本咧，係啦，都要測試好。喂，咁最近 Microsoft 出 Windows 10咧，其實我而家已經幫 Microsoft 測試緊。哇，好玩喎！係啊，咁但係我主要都係睇下呢啲金融嘅軟件喺上邊行到，反而呢個問題咧先係重點嚟嘅。咁但係即係同 Microsoft 測試，主要嘅就係睇下佢嘅 compatibility 啦，個兼容性。咁但係呢樣嘢同金融變咗冇乜太大關係。但係如果你擺落去金融嘅話咧，第一首選就係究竟嗰啲系統會唔會有任何瑕疵先？呢個瑕疵係唔容許接受嘅。冇錯。咁所以其實好多我哋金融即係做 IT 嘅金融嘅人，咁可能會用一啲比較再舊一個版本嘅系統咯。可能而家仲有啲客，我仲有啲係用緊 Windows XP 嘅。係啊，咁就通過虛擬化啦 virtualization 啦，用一啲舊，仲可以用翻啲舊嘅軟件嚇。咁啊講到咧嗱，你喺金融界嗰度做完即係做 IT 嘅過程裏邊，咁你攞到好多經驗，而且咧個工作方法完全唔同啦。喂，咁今次咧你由亞洲嚟到美洲，喂，成11000公里喎。冇錯。咁嚟到有咩搞作好咧？咁其實本身講亞洲先啦，我都頭先 Thomson 提過嗰10幾個國家咧，有一半咧我都有去過咧，其實都。咁亞洲最多就香港啦、新加坡啦，咁而家國內都非常之進步。咁南韓啊，其實日本啊都好優秀嘅，好多 IT 人才。咁啊，去到關於喺美國呢邊，咁其實美國呢邊嘅當然啦，我嘅 IT 嘅精英更加比亞洲犀利。即係我感覺到係，咁其實就從一個亞洲嘅地方去到美國過嚟，覺得就係以前都覺得自己好犀利嘅，即係亞洲或者香港嚟講，哇！我都 number 唔係 number one 啦，我冇咁講 number 100都好啦，偏嚇。咁但係當你嚟到美國嘅時候咧，其實你即係其實好多人係同你嘅技術啦，或者係你嘅知識係差唔多。即係呢邊嘅精英真係好犀利，因為全球最叻嘅人都已經 stand 喺呢度裏邊去做一個 IT 嘅 development 啦、research 啦等等嘅研發工作嘅。冇錯，除咗 IT 仲有金融都係，呢兩範都係嘅。嗱，譬如話喺亞洲咧，可能坐喺香港或者坐喺新加坡或者坐喺上海做外匯交易，可能已經覺得自己好勁。咁但係嚟到呢度之後咧，有更加多嘅勁人係圍住你身邊，咁呢個過程裏邊咧係好事嚟嘅，我覺得，因為正咁多勁人咧，大家嘅切磋武藝咧會進步得更快。冇錯，係越強越強啊嘛，係啦，係咪先？冇錯。咁啊，講到呢一度咧，咁啊係時候再去廣告翻嚟係嘛？使唔使啊？唔使係嘛？太好啦！咁啊，可以同阿 Adonis 傾多少少偈，因為真係好難得。佢今個星期咧，咁就後日就走啦。哦，咁快又走？係啦，咁佢會先去Denver，跟住咧就會翻香港。係啦，咁啊，所以行程匆匆。其實佢而家咧仲係有 jet lag 嘅。下晝3點鐘眼瞓，佢話。所以整咗杯咖啡嚟嘅，之前都係咁啊，唔緊要，繼續我哋可以好啊，談天說地，頂埋先啦呢度係啦。咁啊頭先啊，咁啊同你講到啦，咁啊你喺亞洲嚟到呢一度，咁你睇到咁多樣嘢，咁而作為你喺今次喺矽谷呢個經驗嘅話咧，你覺得美國嘅科技之旅同埋所謂嘅一個美國夢或者美國嘅科技夢咧，你覺得你有啲咩得着咧？頭先啱啱都講到啦，其實呢度係見到好多優秀嘅 IT 人，咁其實會更加刺激我去更加去睇多啲嘢，努力更加學習，因為可能本身喺亞洲都覺得OK 啦，呢啲識呢啲嘢都係嘛，咁其實會更加希望可以喺呢度學得更加多嘢，可以帶翻去自己嘅 area， 即係 APEC， 咁主要我係 focus 喺 APEC 嘅 area 比較多啲嘅，咁。夠關於科技夢就係其實本身做 IT 都10幾年啦，其實好想呢一個 industry 做得更加好啊！咁可能喺本身我自己 base 喺香港嘅，
咁其實想喺香港更加好。咁其實我都 on and off 咧有從事 training 嘅活動嘅，即係可能會教一啲學生啦，同某一啲 vendor 去講一啲 speech 啦。咁途中都想引導可能更加年青嘅一代可以入 IT。咁其實學校通常可能都會留意得到，其實而家越嚟越少新嘅人入行㗎。係我之前都做咗2次嘅virtual training 嘅，咁就喺呢邊咧就透過 internet 咧就同香港2間學院咧就合作，咁就教咗2次課程。咁就係呢個問題啦。香港咧而家就好多人唔願意去入行，咁啊冇辦法，因為咧投資喺科技嘅技術上邊咧，唔係講緊一朝一夕，可能講緊炒股票、炒樓，轉個身又話要賺幾多。但係如果你講到科技技術咧，冇翻10年8載嘅基礎咧，根本就唔會成事。如果大家喺而家香港呢個比較匆忙嘅環境，大家唔願意投放呢啲時間咯。冇錯啊，即係揾快錢嗰個 concept 比較重啦。咁所以就新年輕嘅人或者都未必可能想投放太多時間去做呢樣嘢。咁其實開頭喺個節目都我覺得就係同大家有講過，就係一個要培養對某一樣嘢嘅興趣係非常重要嘅。可能係金融啦，唔一定係 IT。某一種嘅技術，某一種嘅知識，你要對嗰樣嘢係有一個求知欲，不停去學習。咁你花時間喺呢度嘅時候，你當然就會係呢個範疇嘅專家嚟嘅。冇錯，講得好好呢一 part。今日問你一個非常之刁鑽嘅問題。哇，係呢個問題，咁就係咧啱啱咁就外電報道啦。咁啊，中國政府咧就將呢個即係將一啲海外 IT 公司嘅採購名單就剔除，其中咧就包括 Cisco、Apple、Citrix、Intel、Symantec、Microsoft、Kaspersky 等等嘅電腦公司，佢哋嘅軟件都會被剔除。講緊呢，淨係單係 Cisco 已經講緊60款。咁啊，而嗰60款嘅產品，可能你全部都識晒噶啦，已經。咁問題嚟啦，所有嘅產品我都買過，都點開過噶啦。咁啊，問題嚟啦，就係啦。咁嗱，而家中國咧呢個過程，佢剔走咁多嘅外邊嘅產品，反而咧佢大幅增加咗自己嘅產品。咁最新咧，佢就公布咗啦，2015年政府採購工作要點入邊咧，佢會反而再增加多2000項嘅 IT 項目，政府會買多5000，總共合共5000種嘅 IT 產品。問題嚟啦，作為一個科技人，你我都會可能受到影響嘅呢個問題。冇錯，喺而家你見到中國一路崛起嘅過程，你冇可能唔去做中國嘅業務，甚至乎你嘅重點都喺嗰邊。冇錯，包括我自己都係。咁我嘅重點都係亞洲嘅。咁問題就嚟啦，跟住落嚟，中國有自己一套嘅技術研發俾自己用，而佢亦都會係將一啲海外嘅技術拎走。咁而美國亦都做緊相同嘅動作，就係將自己本土嘅技術強化，同時間咧將一啲可能嚟自中國或者嚟自亞洲嘅技術咧，亦都排除緊。面對呢個問題，作為科技人，你會點處理呢？首先其實呢個係一個兩極化嚟嘅，即係中國更加中國化啦，美國或者更加西方化啦，咁樣講。咁其實本身我喺08至2010年呢，我本身喺北京嘅，我 stay 喺北京長住。咁我本身從事一個銷售工程師嘅工作，咁其實會面對咗好多嘅國內嘅客戶。咁喺當時嘅時候呢，即係可能啱啱由北京呢個奧運會啦，咁成個中國嘅經濟係突然間崛起，咁好多嘅由細型嘅公司至到大型公司，咁佢哋都 expand 緊，咁所以由網絡啊、伺服 server 啊、application 等等，佢都會投放好多嘅資源去 grow 佢哋個 business。咁其實當一個咁大嘅國家，佢突然間需要 boom 咁大嘅 IT infrastructure 咧，咁佢需要買好多嘅硬件又好，軟件又好。咁其實當一個發展中嘅技術嘅國家，佢要好快咁樣去做到佢嘅基建咧，咁佢冇辦法，一定要去購買現成有喺市場上有嘅嘢。咁佢迫不得已去選擇可能美國啊、歐洲等等各地嘅軟件或者硬件嘅。咁其實有啲嘅政治原因啦。咁而家國內已經剔除咗好多美國嘅軟件硬件嘅公司。咁其實我會幾替中國擔心嘅。第一樣嘢其實我會見到係因為我本身之前喺大陸 stay 識咗好多國內嘅銷售啊、工程師等等。喺呢咁嘅情況下咧，國內好多突然間嘅人咧係失咗業嘅。
因為佢哋本身可能係識 C 科系統啦，識微軟系統啦，咁但係而家國內好多公司唔用喎，咁佢學咗嘅呢啲嘅 skills 咧，或者呢啲 knowledge 呢10年嘅 knowledge 咧，佢完全係冇用，公司可能要裁佢員。咁可能你會見到國內嘅 C 科啦、微軟啦等等。咁啱啱其實前嗰幾日咧，微軟都公布咗佢哋喺國內嘅諾基亞廠啦，將會撤出啦喺中國。咁其實你會見到，咦？咁即係令到中國嘅就業機會少咗嘅咯，係咪啊？咁唔知個國家有冇一啲其他嘅 remediation 令到佢哋嘅國民有其他嘅工作咧？咁喺撤出呢啲外國嘅產品嘅同時，有冇去好好咁填補到呢啲人嘅就業嘅空間？咁其實我會覺得係需要考慮嘅。而家我最新收到嗰邊金融界嘅資料就係話咧，去到2020年咧，中國主要嘅銀行咧都會拎走晒 IOE 啊，即係 Intel 啦、IBM 啦、Oracle 啦同埋 EMC 啦，呢啲嘅技術咧全部會拎走晒，咁取而代之咧就用翻中國自己國產嘅技術。咁面對呢個變遷咧，咁我覺得作為一個 IT 人咧，我哋跟住落嚟會面對兩樣嘢嘅，就係咧要有兩把刀，即係話咧全部學 double， 即係我哋又要煮西餐，我哋又要煮中餐。冇錯，你學完 Cisco， 你轉頭又要去跟埋華為，你跟完 Microsoft， 你亦都要跟埋紅旗牌嘅 Linux。咁類似嘅嘢咧，全部 double 兩份，咁所以跟住落嚟，我會覺得咧，喺嚟緊呢10年咧，作為一個 IT 人咧，面對挑戰好大，因為學嘅嘢多咗，壓力自然會多。而且咧，中間兩邊嘅兼容咧，一定會有問題嘅。佢會故意咧做到兩邊嘅系統係兼容唔到。咁呢樣嘢咧，所有嘅 IT 人咧都要廢寢忘餐去諗下點樣接駁。冇錯冇錯。咁而其中香港會係一個非常之困難嘅地方，因為咧兩邊嘅系統佢都會用到。佢既會 implement Cisco， 亦都會 implement 華為。但係點樣夾系統咧？呢個係一個挑戰。好啦，咁啊嗱，講到呢一度咧，咁我知道你而家在職緊嘅公司咧，咁就發展得好快喺矽谷。咁我知道咧，咁就應該發展得咁快咧，應該喺未來3至5年時間咧，佢將會搞上市啦。咁喺度咧，我知道今日嘅時間咧係好有限。咁我首先喺度咧就預祝你而家做緊嘅公司咧，喺3至5年內喺 Nasdaq 嗰度上市。到時我會去幫襯下你買一股嘅。咁啊，另外我亦都知道你自己咧，咁亦都有創業啦。冇錯。咁你自己私底下創業咧，我知道你好辛苦，工作以外咧，好多時都冇時間見朋友啊，通宵達旦。咁我希望你一來注意身體啦，但係咧都係有嗰句啦，做得創業都係要搏命噶啦。冇錯冇錯。係啦，咁但係我希望你下一次再過嚟嗰時咧，咁再同你可以分享一下咧其他技術。咁我作為一個Cisco 嘅 CCIE 咧，Donis 係非常之唔容易考到呢個專業資格。咁由香港咧遠赴日本咁去考，而過程裏邊咧考幾個鐘頭啊？係考一日嘅，考足一日。係啊，面對住幾多隻 router， 幾多隻 switch 啊？唔記得咗啦，多到都唔記得咗。係啦，咁我哋作為一個 IT 人，當然要會喺呢一方面嚟講咧，要繼續努力啦。咁喺度今日好多謝你抽時間上到嚟。我多謝你，就真係 Thompson 俾我咁嘅機會，我同你一齊好開心喺度做節目。好，咁我哋下個星期會同聽眾再見面嘅。好啦，咁我哋嘅節目咧已經時間到啦，咁下禮拜準時收聽啦。我係王子，我係 Thompson。好啦，拜拜。拜拜。